你想一次性體驗最新潮的電子產品嗎？想感受科技帶來的震撼與驚喜嗎？深圳華強北願望數碼商城必衝，地鐵口直達，3層樓藏滿驚喜，輕鬆開啟尋寶之旅。1樓二手機配件天地，二手機款式超全，蘋果、安卓都有，價格比新機省不少。iPhone 擴容400到1000元搞定，手機貼膜10元起，充電器等配件性價比超高。2樓潮玩數碼集中營，無人機188元起，負離子風筒、捲髮棒100出頭就能買，大話可入即影即有兒童相機，趣味拉滿。3樓全新手機批發天堂，某惠、某米、某果等品牌新機超全，價低過官網，商家有質檢，保證全新正品，還提供售後，買得放心。無論你是科技發燒友還是普通買家，都能在這挖到寶。放假約上朋友，來感受科技魅力吧。